那时候我们再开，就是等内政部同意成立台湾民众党之后，我们再开始来烦恼那个立委的提名跟不分区的这个部分。所以不排除提名的人有双重党籍吗？不排除。哥，过来大家拍一下好不好？这边等会让我们大家拍一下，最右边，最右边。这边。好，右边谢谢。希望就是说，现在党员还除了一些，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科粉加入之外，有没有希望找哪一些人，锁定哪些人来入党？我想他是民众党，所以还是就是欢迎是民众就知道怎么帮忙。因为在党章里面有提到是容许双种党籍的部分，这是有针对某一个政党去发。没有，我们后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想说，我们一开始还是一个柔性政党，所以我们容许他有双重的党籍。那会不会担心吸引到的人其实可能良莠不齐之类的？每个团体当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，不过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中央评议审委员会，那他们会负责帮忙做审查党员入党的资格。虽然今天是创党，可是我们对于明年立委提名有讨论过吗？然后就现在有规划？还没有，因为自从上礼拜被曝光之后，我们这几天都在赶的那个党纲的部分。那今天把这个成立大会顺利完成之后，我们再开始来烦恼下一步。那目前有征询过谁是已经同意的吗？还没有开始征询，因为我们才正要开始。党的成立大会，因为它事实上它有一些法定的程序，要等内政部它同意之后，我们这个政党才是正式的成立。那成立之后，应该会有开第一次的党员大会，那时候我们再开，就是等内政部同意成立台湾民众党之后，我们再开始来烦恼那个立委的提名跟不分区的这个部分。所以不排除提名的人有双重党籍吗？不排除。六姐，你最近曝光度也蛮高，有网友做了9宫格，说你跟香港的林郑月娥有点像，你自己有看到这个图吗？刚刚有一个网友拿给我看，然后，我有他那么有名吗？那你觉得有像吗？外形哦，见仁见智吧，我应该比她漂亮多了。